下一個問題係 HC 問嘅，咁佢想問 ZS，佢就係想280蚊8號1進場啦。咁佢嘅目標價格係294，屬唔屬於一個高風險嘅計劃？你呢一個嘅 plan 成個 plan 咧，其實就係 trade what you think。我點知道佢落去280蚊係一個乜嘢嘅形式？呢度唔係電台，唔係打上去問黃師傅邊個價位入，然之後黃師傅就話俾你聽，哦，280蚊啊幾平啊！如果佢下一日 gap up，然之後180度 reversal 咁樣懟落去，一日之內就懟到落去280蚊，你仲進唔進場呢？你回落方式係一個重點嚟㗎嘛？嗱，我雖然話做呢筆嘅交易，我喺330定329定328，止損我本來定喺就前一日嘅低位呢一度，但係呢個係一個正常嘅回落，我先至係定喺呢度，即係話落到嚟呢度又再升翻上去，跟住幾日時間慢慢咁樣落，哦，真係要再跌穿啦，咁我喺呢度走，就唔係貨一日就要懟落嚟。如果一日就已經係咁樣落嚟嘅話，呢種咁樣嘅回落方式，咁咪錯咗㗎嘛？所以呢，你同我講你嘅交易計劃係點，其實你冇見到任何嘢，你諗哦咁樣落到280蚊啦，我係會當我見到嘅時候，我先至做嘅，用見到個客為準，就唔好預判預先諗定係點。